们应先来收拾一下，等一下上课要入册的词汇，大家要记得听的内容：存款、期欠、存折、基金簿、无责存款、无补助期欠、存款单、期欠单、户头、证明联、证明单。歹势，我都期欠什么随基金铺来？冇要紧，你嘛不用无补助的期欠方式。咁係寫存款的單，我寫另外一種期欠單。我係寫好啊。請問你咁嘅迄個戶頭，係迄條記唔簽扣錯冇？錯。好啊，你係迄個期欠證明單。落來興教我理解新方法。兩個跳下一張片，用做譜來學習加貴插入的代數。現在可以用無責存款，你們不用無補助的期欠方式。現在你們可以用不用無責存款、無補助的期欠。現在我們把這句再念一次哦。現在可以用無責存款，你們不用無補助的期欠方式。要寫另一張存款單，要寫另外一種期欠單。要寫另外一種期欠單，要寫另一張。要寫另外一種存款單、期欠單。現在我們把這句再念一次哦。要寫另一張存款單，要寫另外一種期欠單。您要存入5000元，對嗎？現在記5000扣錯冇？要存入5000元，特記5000扣，對嗎？錯冇？把這句再念一次。您要存入5000元，對嗎？現在記5000扣錯冇？這是您的存款證明聯，這是那個期欠證明單。這是您的，這是那個存款期欠證明聯證明單。好，我們現在把這句再念一次。這是您的存款證明聯，這是那個期欠證明單。以上是用理解單元輸入語數的練習，記得要多聽多練習哦。